如果話盧克索係一個充滿法老八卦嘅歷史戰場，咁南面嘅亞斯旺就絕對係尼羅河上面嘅歲月靜好度假勝地。當然啦，呢份靜好只係屬於我哋呢班現代遊客嘅啫。對古代嘅採石場工匠嚟講，呢度簡直係地獄工廠。喺埃及睇神廟，通常都係喺黃沙漫天嘅陸地上面。但係今日我哋要去嘅呢座神廟非常之特別，你唔坐船，用對腳係絕對行唔到過去㗎。呢座呢，就係被譽為尼羅河明珠嘅菲萊神廟 （Philae Temple）。佢起於托勒密王朝，入邊供奉住古埃及全能嘅愛神伊西斯。大家依家見到佢好似世外桃源咁喺島上邊，其實喺上個世紀佢差啲就變成水底龍宮。喺上世紀1960年代，埃及政府為咗治水同埋發電，決定喺南方興建舉世聞名嘅亞斯旺大壩。點知大壩起好之後，尼羅河嘅水位直線暴漲，原本起喺菲萊島上面嘅神廟被河水淹沒咗足足1/3。當時啲遊客嚟參觀要特登潛水或者劃小木船入去神廟裏面，先至可以勉強望到雕像個頭。神廟長期浸喺水入邊，牆壁發毛生滿青苔，於是聯合國開始坐唔住啦，決定發動一場驚天動地嘅搬屋工程。佢哋喺神廟周圍築起攔水壩，將河水抽乾，然後將整座神廟精準咁切割成4萬幾塊巨石，一塊一塊編好號碼，搬到隔離地勢比較高嘅阿吉爾基亞島 （Ajokia Island）。我哋依家見到嘅呢一座神廟呢，其實係聯合國嘅3D 立體拼圖。大家只要仔細望下啲牆壁，仲可以隱約見到當年切割同埋被水淹過嘅痕跡。呢個絕對係人類文物保護史上嘅一大貢獻。如果話之前嘅神廟讓我哋睇到法老嘅威嚴、政治權術，又或者係戰爭嘅殘酷，咁菲萊神廟就絕對係全埃及情感最細膩、靈魂最溫柔嘅地方。呢度供奉嘅係最受古埃及人敬仰、象徵母性同魔法嘅女神伊西斯 （Isis）。菲萊神廟之所以被視為尼羅河上嘅神聖島，源自古埃及嘅神話之一——伊西斯尋回丈夫奧西里斯身體碎片嘅故事。喺傳說之中，奧西里斯 Osiris 象徵文明與秩序，係古埃及理想嘅王者；而伊西斯則代表母性、魔法同埋守護，係最受敬仰嘅女神之一。兩人係象徵自然平衡與王權嘅夫妻。根據神話傳說，當年奧西里斯被佢細佬塞特殘忍殺害之後，身體被肢解並散落喺埃及各地。伊西斯踏遍天涯海角，逐個地方去揾翻老公嘅身體碎片，最後喺菲萊島附近執翻奧西里斯嘅左腳。當時為咗聚合呢啲身體部位，佢委託阿努比斯 Anubis 用防腐草藥，用長長嘅亞麻布將奧西里斯由頭到腳咁捆綁埋一齊。呢個就係古埃及歷史紀錄嘅第一個木乃伊製作。佢哋亦成功令到奧西里斯奇蹟復活。所以古埃及人
後來世世代代都會跟隨呢個神話傳統，將死者做成木乃伊，去期盼死後嘅復活同永生。但係呢一次人間復活係好短暫嘅，因為有最後一塊身體部位缺失咗，missing嗰一 part 係不可描述嘅部位，傳說係俾魚食咗，所以揾唔返。呢個短暫復活嘅期間，佢兩公婆即刻生咗個仔，就係上一集提到嘅 Horus。究竟係點樣生到嘅呢？唔好問點解，問就係因為人哋係神。奧西里斯將陽間嘅皇位傳咗俾阿仔之後，就跑去陰間做冥王，從此擔負起陰間審判嘅責任，負責決定人死後是否能夠得到永生。行到神廟最入邊，以前只有大祭司先至可以入去嘅聖所，而家裏邊咩都冇，只係剩翻中間一個孤零零嘅花崗岩石座。其實呢個石座咧，當年係愛嚟擺放荷魯斯同埋伊西斯神像嘅。神廟裏邊嘅文物啦、神船啦，甚至係入口處嘅方尖碑，喺200年前全部被班西方嘅古董商同外交官強行打包運走。個方尖碑好出名㗎，而家叫班克斯方尖碑。所以我哋依家企喺呢個神聖嘅空間望住嘅，其實只係一個充滿歷史無奈嘅空殼。喺神廟嘅牆上面，可以見到一個法老攞住球棒，正準備將一粒球揮棒打擊出去嘅超現代壁畫。個球並唔係普通嘅棒球，佢代表嘅係古埃及神話之中最大嘅反派，代表混沌與邪惡嘅大毒蛇阿佩普 Apep 嘅眼睛。呢個望落好似現代打棒球嘅畫面，其實係古埃及一個非常之神聖，但同時亦都極之暴力嘅驅邪宗教儀式嚟㗎。呢度就係神廟真正嘅原址，河面上剩翻嘅岩石係搬剩嘅一啲舊廟遺骸，唔知點解搬剩一個，可能係新地址唔夠大，無處安放佢，又或者係佢爛得太離譜，醫翻嘥藥費，又或者係呢個部分冇乜代表性嘅意義。亞斯旺大壩絕對係成個埃及現代史上最厲害嘅超級工程，但係同時亦都飽受爭議。呢座大壩咧唔單止攔截咗尼羅河上游蓄水，形成咗一個人造海，亦即係納賽爾湖 Lake Nasser。佢一方面成為咗現代埃及嘅經濟命脈，但另一方面卻差啲成為古埃及文物嘅終極毀滅者。
大壩喺1970年正式完工。喺呢個工程之前，尼羅河每年發洪水，完全係睇老天爺嘅心情。老天爺心情好就大豐收，心情唔好就一係大旱災，一係大水災。大壩起好之後，埃及徹底掌控咗水權，仲提供咗全國大半嘅電力，直接將埃及拉入咗現代化社會。睇完現代嘅亞斯旺大壩，我哋轉頭嚟睇睇一個古埃及歷史上最大型嘅工程翻車專案，亦即係呢個未完成嘅方尖碑。呢件事係由最中意搞大工程嘅女法老哈切雪落嘅一個超級大 order， 同我去南方嘅亞斯旺開採一支全宇宙最大、最重、最震撼嘅方尖碑出嚟。我要擺喺盧克索 Karnak Temple 度攞威。呢間方尖碑如果順利完工，會有42公尺高，重達1200噸。呢個重量相當於2架坐滿客嘅波音747客機咁重。但係喺3000多年前，既冇炸藥又冇鑽石鋸片，呢班古代工匠到底係點樣將咁硬嘅花崗岩切開嘅呢？其實非常之原始，就係一種比花崗岩仲要硬嘅玄武岩小圓球，純手工一下一下鑿出嚟嘅。最後喺岩石下面挖窿塞入乾木頭，再不斷灌水令木頭膨脹，將呢磚大石由地面逼開。就係差唔多大功告成，準備交貨嘅最後一刻，因為花崗岩內部嘅天然瑕疵，石體中央突然叭一聲裂開咗一條大縫，呢度裂痕直接判咗呢間方尖碑死刑，只能夠當場報廢。雖然呢個係當年工匠嘅終極噩夢，但係依家卻成為咗考古學家嘅天堂。正正因為佢報廢，原封不動咁攤喺度，先至可以俾我哋了解到古埃及人到底係點樣開採巨石嘅黑科技同埋工法。今日我哋嚟到呢度，唔單止係睇一塊石頭，係親身感受古代社畜嘅崩潰，真係隔住3000幾年都聽得到班工人嘅靈魂慘叫啊！睇完呢個工程呢，大家有冇覺得你手上嘅工作 project 其實都唔係咁難頂啫？嗬，來都來了，冇理由唔試下亞斯旺嘅老派浪漫 Old Cataract 酒店嘅 High Tea。呢間建於1899年嘅百年老字號，基本上就係埃及奢華同埋傳奇嘅代名詞。英國前首相丘吉爾、戴安娜王妃當年都曾經係呢度嘅座上賓，甚至連大名鼎鼎嘅推理女王阿加莎，當年就係喺呢間酒店足足住咗1年，寫出盛名遠播嘅尼羅河謀殺案㗎。不過作為一個絕對誠實嘅領隊，靜雞雞同你哋講，茶點嘅味道呢，真係非常一般。各位團友，請大家先降低期望值。我哋今日抌嘅呢50蚊，吃嘅係風景，點心係道具，影相打卡好睇就得。我飲嘅唔係茶，係歷史嘅滄桑，和丘吉爾同款嘅日落啊嘛。算啦，我原諒你件點心咯。下一站我哋要去睇終極地標阿布辛貝 Abu Simbel 神殿，佢主人係集自戀、霸道、多情與浪漫於一身嘅拉美西斯二世。下一集見，拜拜。